哩，我足惊，足惊。伊倒向兄时较细腻哦。哇塞！哇塞！哇！你现在跳过呢？种奇怪，我伫涂骹跳，就无感觉遮远啊，真正徛咧顶头开始拽啦，你无法度控制，迄两只脚就安尼。 开始啊变啊定翘翘，佮想奇怪，迄哪有看去迄两个所在愈来愈远，愈来愈远安尼，啊唔敢跳，啊师傅就讲，心袂过啦。心袂过哦。什么意思？你心头一直伫定遐，嘿，你目睭一直伫看伊盘啊，你要向头前看，哈？你要向头前看，袂使看唔好看伊盘。哇！向头前看。哇！哦！加速！走唔着白啊！是。你唔是跳袂过，你是你心头跳袂过。啊，这句话其实我感觉足趣味的，这放伫人生的足侪所在拢会通，就是唔是现实事实，唔是你做袂到，是你家己讲我做袂到。啊，尾后我想，啊头都洗落，大家拢咧看，袂使落杂，跳。